自2025年5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路会真美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89篇第10到5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89篇。以斯拉人以探教士的诗。我要永远唱歌称赞上主的慈爱，要世世代代宣扬你的信实。我捌讲，你的慈爱永远建立，你的信实亲像天袂动摇。你有讲，我甲我竞选的人立约，对我的仆人大笔宣誓。我要建立你的后代到永远，坚固你的宝座到万代。上主啊，愿天称赞你奇妙的作为，天使伫智慧中上赞你的信实。伫空中倒一个话比你上主，正生命中间倒一个话亲像上主。伊伫天使的议会中是有大威严的上帝，比一切伫伊四维的生命搁较通敬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啊，你的大权能，倒一个会当甲你比？你伫逐项代志拢显出信实。海水涨悬，你家伊管制；海涌扬起来，你互伊平静。你一个手就拍碎海怪拉合壁，你用大气力的手拍散对敌。天属你，地嘛你的，世界甲万物拢是你所建立。南甲北是你所创造，他泊山甲迄门山拢欢喜称赞你的名。你的手骨有权能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正手举悬悬。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，慈爱甲信实行伫你面前。为晓对你欢呼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因要缀你的面发出的光来行。因规日因为你的名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快乐。你是因奇妙的气力，因为你的恩典，阮会得到胜利。上主是阮的保护者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阮的君王。你早捌伫异象中对你忠实的子民讲：我有用花冠戴伫勇士的头壳，我对子民中竞选伊，高升伊。我找到我的仆人大笔，用圣油抹伊。我的手要支持伊，我的手骨要使伊气力。对敌无法度用计治赢过伊，凶恶的人无法度困逼伊。我要伫伊的面前拍碎伊的对敌，拍败遐个怨恨伊的人。我的信息甲我的慈爱要甲伊同在，因为我的名伊会得到胜利。我要互伊的手伸到地中海，伊的正手伸到幼发拉底河。伊要对我讲：你是我的爸，我的上帝，是拯救我的石盘。我要设立伊做大囝，做世上上大的君王。我要对伊持守慈爱到永远。我甲伊所立的约一定袂改变。我要保守伊的后代到永远，互伊的宝座亲像天遐尼久长。伊的子孙
若弃杀我的律法，无遵守我的命令，违背我的规例，无遵行我的诫命，我要用管仔刑罚因的过失，用鞭处罚因的罪恶。总是我一定袂对伊收回我朗总的慈爱，嘛袂违背我的信息。我一定袂违反我的约，嘛袂改变我讲的话。我记家己的圣洁，坚决立誓，绝对袂对大笔讲白贼。伊的后代会传到永远，伊的宝座伫我的面前，亲像日头遐尼久长，亲像月永远稳固，伫天顶做确实的见证。总是你有对你抹油选立的发受器，甲伊拒绝弃杀。你废除甲你的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伊的花冠担伫涂骹吞踏。你拆毁伊所有的城墙，互伊的堡垒变做扒荒的所在。过路人拢甲伊抢夺，隔壁国拢甲伊凌辱。你互伊对敌的正手举悬，互因拢欢喜。你互伊的刀剑钝去，袂当用，互伊伫交战的时战败。你将伊官兵的管抢起来，将伊的宝座车倒伫地面。你减少伊少年的日子，互伊大大见笑。上主啊，你要美偌久？到永远是无？你亲像火倒底受气，要偌久？求你带领我的性命遐尼短，你创造的世间人遐尼功夫。啥人会当久长活地，无见着死？为救家己的性命脱离阴府的关系。主啊，你以前的慈爱伫倒位？你对大笔立誓应允的信息伫倒位？主啊，求你为记得你的仆人所受的凌辱，为记得我的心安怎承受列国的侮辱。上主啊，你的对敌安尼地侮辱你的仆人，你抹油竞选的行到倒位，因拢地甲伊凌辱。愿称赞归乎上主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路的真美，诗篇总共有150篇，分做5卷，每一卷结尾的应用上，通讲是分隔这5卷的界线。若讲第一卷的结尾诗篇41篇13节是应用上的标准版，第二卷结尾72篇18节到19节的应用上，搁较是敬圣代的上行。第三卷结尾89篇52节的应用上，大概是5卷中上简洁的版本。简单写，愿称颂归乎上主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对照第一卷的标准解释，通发现以色列的上帝无看见，若是世世代代简化做永远，即时诗人哪像讲袂出上主是以色列的上帝，世世代代的时间线无看，诗人甲上帝的关系疏离了。89篇谈论南国犹大国破家亡，讲到君王战败，圣殿被毁，大鼻王的冠冕受吞踏，宝座受杀倒的情况。而且倒来即种毁灭的，毋是别人，是甲大笔立约的上帝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诗篇89篇是历史神学的黑暗时期。国破家亡，
互个人和团体感觉痛苦，差不多失去得拯救的愿望。以色列甲上帝关系出现危机，伫即种情况下，诗人连以色列的上帝都写袂出来。诗人出奇搁较想问：上帝啊，你是毋是阮的上帝呢？因为你受气，你会受抹油的，你取消甲你的仆人所立的约。所以诗人只是讲愿称颂归乎上主到永远，无称颂上主是以色列的上帝。上帝是毋是以色列的神？因的关系会当持续落去无？这份关系是毋是会当持续？哪像需要其他新的发展，还是上帝作为来证明？以色列整体拢陷倒伫国破家亡的氛围中，无搁再称呼上主做以色列的上帝，也无搁再欢呼爱永远上赞伊荣耀的名，愿伊的荣光盖满全地。以色列甲上帝的关系来到尽尾，面对悖逆的百姓，诗人会当安怎办呢？会当安怎继续传扬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，是坚固直到永远的上帝呢？会当安怎继续对上帝忠诚，继续相信伊呢？佫会当安怎继续热切信靠上帝呢？当咱失去信仰的热情，所有的回应都会亲像受逼，毋是真心甲咱所有的献互上帝。咱的信仰变成表面功夫，敢若停伫认知的层面。咱敢若想讲大家拢知影的代志，毋愿建立深入的关系。咱无搁再称颂上帝是我的上帝，敢若应付得讲，愿上主永远得到称颂。咱确实会经历即种信仰的冷淡，着安怎保持热诚甲忠实？无路通行是无？诗篇89篇无讲答案，总是咱若干若停留伫遮，迄真正是一大危机。伫永恒的上帝面前，也有答案，拄伫头前伫听候咱。默想，我和上帝的关系，捌平等到简单剩应付和义务无？我和上帝的关系，捌平等到简单剩应付和义务无？咱来祈祷，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我上终极的倚靠。每当我行到路的尽头，感觉我无阁有答案，陷入完全绝望的时阵，你的慈爱总是意料之外临到我。求你帮助我耐心听候你，无倚靠家己的筹算，是独独仰望你的信息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